好多人都會覺得打鼻鼾只係一件小事，尤其身邊嗰個人成晚鼻鼾震天，你同佢講，佢通常都會笑一笑打鼻鼾啫，有咩問題？我阿爸都係咁，我阿媽都係咁，好多人都係咁，應該冇事。但其實最可怕嘅地方，往往就係呢句應該冇事，因為有時嗰個根本唔係普通鼻鼾，而係睡眠窒息症。你以為佢只係瞓得比較沉，其實呢，佢個身體成晚都喺偷偷缺氧，一下一下，一次又一次。你可能都試過半夜突然醒一醒，發現身邊嗰個人鼻鼾好大聲，一下一下一下，跟住突然冇聲，幾秒、十幾秒，你開始有少少驚，心裏面會忍唔住諗，點解突然停咗？下一秒佢突然用力吸一大啖氣，好似差啲抖唔到氣咁，然後又繼續瞓。第二朝佢自己完全唔記得，仲會同你講我瞓得幾好，但其實佢個腦成晚都喺救佢。醫學上叫做睡眠窒息症，最常見嗰種叫阻塞性睡眠窒息，英文叫 Obstructive Sleep Apnea， 簡稱 OSA。簡單講就係瞓覺嗰陣條氣道反覆塌陷，空氣過唔到，氧氣跌落去，大腦就要不停偷偷叫醒你。唔一定完全醒，可能只係1秒，短到你根本唔記得，但係你個身體知道，你個心臟知道，你個腦更加知道。所以第二層，你明明瞓咗成晚，但起身都係好攰，冇精神，口乾啊，頭痛，好易燥，記性差，下午坐低就想瞓喎，開會恍神，揸車眼瞓，你以為係工作太忙，壓力太大，年紀開始大，最近比較攰。但其實問題根本唔係工作，而係你根本冇真正休息過。最可怕嘅地方係你好多時根本唔知道，你以為我瞓咗8個鐘應該好精神，但其實你個身體一晚可能醒咗幾十次甚至幾百次，只係你自己完全冇印象。所以有啲人成日都講，點解我明明瞓好多都仲係咁攰？答案可能就喺呢度。好多人成日以為睡眠窒息症一定係男人，一定係肥人，一定係鼻鼾超大聲嗰種。其實唔係，男人會有，女人一樣會有，而且好多女人更加容易被忽略，尤其更年期之後，因為女性嘅表現未必一定係超大聲鼻鼾，反而可能係成日攰，瞓極都唔夠，晨早起身頭痛，情緒差，腦霧，記性差，夜晚成日醒，好似個人永遠都充唔滿電。所以好多時女人會以為係荷爾蒙，係壓力，係自己太忙，係照顧家庭太辛苦，但其實都可能係睡眠窒息。所以呢個問題唔係男人專利，而係全家人都值得留意。尤其香港人風險真係好高，工作忙啊，夜瞓，壓力大，飲酒多，應酬多，體重慢慢上升，肚腩開始出現鼻敏感、鼻塞，長期用口呼吸，全部都會令風險增加。最常見一句就係我只係攰，但係好多時你唔係攰，而係長期缺氧。你可以想象每晚都有人不停按住你個鼻，一下一下一下，令你抖唔到氣，然後持續好多年，你個身體點可能當冇事？最重要嘅唔係鼻鼾本身，而係反覆缺氧，呢個先真正可怕。因為每次缺氧，身體都會進入一種狀態，慢性發炎，即係話你個身體長期都處於低度警報，好似有把火，唔係大火，但係日日細細地燒，日日燒，月月燒，年年燒。而呢種慢性發炎，正正就係好多大病背後最安靜嘅推手。尤其心臟，當你每晚缺氧，心臟就要更加辛苦工作，血壓更容易升高，心跳更容易亂，血管壓力更大。長期落去，高血壓、心律不整、心臟病、中風風險全部都會上升。有啲人明明食得唔算差，都有行路，都有控制飲食，都唔算肥，但血壓一直都高，醫生一路加藥都控制得唔理想。問題可能唔係嚴，而係你每晚都喺缺氧。再講個腦，呢個更加多人忽略。好多人以為睡眠窒息最多咪攰啲，其實大腦受影響非常大，因為個腦最怕缺氧，長期夜晚氧氣跌會影響記憶力、專注力、判斷力、情緒穩定、
甚至增加中風風險、腦退化風險、認知能力下降。你開始覺得點解最近成日唔記得嘢，睇住手機都唔記得自己想做咩，成個人恍恍惚惚，明明想講一句說話，突然卡住，個名喺嘴邊就係講唔出。你以為老咗，但其實唔一定，可能係你個腦每晚都唔夠養。再講情緒呢個真係好多人成日忽略，脾氣差、冇耐性、成日躁、焦慮、低落、冇動力，成個人永遠都好似好攰。你以為自己性格變差，最近脾氣差咗，其實好多時唔係，而係你個身體真係頂唔順，瞓得差，再加上長期缺氧，真係會令人情緒波動大，心情差，甚至有種長期低氣壓，連屋企人都會覺得點解你好似成日都唔開心。再講一樣，好多人完全冇諗過夜尿，尤其爸爸媽媽半夜起身去廁所，一晚兩三次會覺得正常啦，年紀大嘛，前列腺問題啦，飲水多啫。但其實睡眠窒息症都會令夜尿增加，因為身體喺反覆窒息時，荷爾蒙會改變，影響排尿，所以有時問題未必係膀胱，而係你瞓覺時根本唞氣唔順，仲有晨早起身個口特別乾，喉嚨乾，甚至頭痛。好多人都以為冷氣太凍，飲水太少，但其實都可能係因為你成晚都係用口呼吸，成晚都喺努力唞氣。最危險一樣其實係揸車，尤其返工放工，明明車程唔長，紅燈停低，眼皮開始重，高速公路一瞬間恍神，甚至坐地鐵一坐低就秒瞓。你以為咖啡唔夠，休息唔夠，其實如果你有睡眠窒息，白天好眼瞓，反應變慢，呢個風險係真正會出事。有啲交通意外唔係運氣差，而係身體早就俾咗警號，你一直冇理。通常最早發現嘅唔係你自己，而係瞓喺你隔離嗰個人，太太、老公、伴侶，因為佢最清楚你鼻鼾幾大聲，你有冇突然停呼吸，你第二朝幾攰，你成個人係咪越嚟越冇精神。但好多時人最唔中意聽，總覺得小事啫，唔使理。我阿爸都係咁，我阿媽都係咁。但問題係好多大病都係由你以為的小事開始，而且睡眠窒息拖得越耐，影響越大。唔係話等有空先算，等退休先處理，等真係頂唔順先睇。因為傷害唔係一晚發生，而係一晚一晚、一年一年慢慢累積。等你發現時，身體可能已經記住太多。所以如果你開始懷疑自己或者屋企人可能有睡眠窒息症，最重要唔係自己估，而係盡快揾醫生同家庭醫生、普通科醫生或者睡眠專科醫生傾，評估一下需唔需要做睡眠檢查，英文叫 sleep study。有時喺醫院做，有時可以家居監測，透過正式檢查先真正知道你到底有冇睡眠窒息，嚴重去到邊。因為知道永遠比拖延更重要。控制體重、減少飲酒、改善鼻濕、規律作息，全部都會幫到。但前提係你要先承認問題存在。如果你睇到呢度開始覺得等等啊，呢個好似就係我，又或者你第一時間已經諗起一個人，可能係你老公鼻鼾震天，可能係你老婆成日話自己瞓極都攰，可能係你爸爸日日話冇精神，可能係你媽媽一直擔心枕邊人突然冇聲，又或者可能係你自己健康最大嘅問題，從來唔係不知道，而係知道得太遲。鼻鼾本來只係一個聲音，好多人當笑話、當習慣、當小事，但有時最需要警覺嘅，偏偏就係最被忽略嗰件小事，真正傷害你嘅，未必係大病突然出現，而係你每晚瞓着之後，身體一直默默求救，一下一下，一次又一次，你以為自己喺瞓，其實你個腦成晚都係救你。所以保護家人唔係等出事之後，而係由今晚開始。當你再聽到嗰個突然停住嘅鼻鼾，當你再見到明明瞓夠但永遠都好攰嘅人，請唔好再只講應該冇事，而係問一句：你係咪一直都喺缺氧？因為最好嘅保護永遠都係早一步知道。